大家好，歡迎收睇家國530今個星期二嘅試播。今日係3月10號嘅星期二。美國同伊朗之間嘅戰火可以講係辣到嚟加拿大啦。除咗較早前3間猶太教堂俾人槍擊之外，今朝4點半又有2個男人向多倫多美國總領事館嘅正門開槍。雖然警方話呢2單槍擊案都冇證據顯示同美國伊朗之間嘅戰事有關，不過如果你話無關，又真係冇人信喎。至於打咗11日嘅美伊戰爭，而家戰情係點呢？美國就話佢打贏，伊朗就話佢戰勝，你真係唔知信邊個好。而家嗰啲國家啊、政府啊，未必真係會講真話㗎。不過加拿大環境部預報天氣就一定講真話，佢哋話今晚開始會落雨，去到週末可能會回復去到複雜嘅冬季天氣。呢樣嘢我哋咁肯定會係真嘅。再提提大家，今個星期另一次嘅詳盡新聞試播會係星期4，多謝大家留意。加拿大環境部表示，包括大多倫多地區嘅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區，由今晚起開始有明顯降雨，導致部分地區可能出現落大雨、水浸街嘅情況。而到咗週末，可能會出現更複雜嘅冬季天氣。預計今晚呢股天氣系統會帶嚟20至40毫米降雨，出現雷暴嘅地方，降雨量可能更高。氣象部門指出，由於大部分地面仍處於凍結或飽和狀態，土壤難以吸收大量雨水，可能導致短時間積水或洪水、低洼地區局部水浸等情況。落雨預計持續到星期3之後，多倫多又會凍返，夜間氣溫可能降至攝氏零下3度。氣溫下降會為未來幾日嘅落雪天氣創造條件。氣象預報顯示，未來6日內可能出現2輪降雪。第一輪降雪會喺星期5，初期可能係濕雪，跟住就雪同雨一齊落。第二輪特別天氣情況會喺星期日出現，當日可能出現更複雜嘅冬季天氣，包括落雪、落冰粒、凍雨同落雨輪番交替。目前難確定落雨落雪嘅情況會有幾嚴重，但氣象部門提醒，到時會影響週末晚間出行。一個無良司機上個月喺萬錦市衝紅燈，撞到一個19歲嘅女途人。女途人被卡住喺車頭，拖行咗50米，跟住先跌落地。呢個司機冇停低，跟住開車走咗。成個意外嘅過程俾監控錄影錄低咗。警方今日公布呢個片段，顯示撞人架車係一部2016年至2020年款藍色 Aegean Blue 嘅4門本田 Civic。呢架車喺 Middlefield Road 衝紅燈左轉時撞上過馬路嘅女途人。意外發生喺2月19日下午3點，地點係萬錦市 Denison Street 嘅 Featherstone Avenue 交界。女途人雖然大難不死，但傷勢嚴重，可能終身殘廢。佢目前仍然喺醫院接受治療。司機撞到人之後向北逃走，隨後俾人睇到喺 Highland Avenue 向東高速行駛。警方強調，佢哋已經掌握呢架車嘅圖像同逃走路線，最終一定能夠確認呢個司機嘅身份，所以敦促司機盡快聘請律師並向警方自首。警方指事故發生喺下午，當時附近有好多汽車經過，因此特別呼籲配備連續循環錄影 （loop recording） 行車記錄儀嘅司機查看視頻記錄並向警方舉報。警方特別提到 Tesla 車主，因為佢哋嘅車通常配備多角度攝像系統，對了解事發經過會好有幫助。警方同時警告，任何協助呢個司機匿藏或者修理涉案車輛嘅人都可能面臨刑事指控。今個月3號夜晚11點40分 Warden Avenue 夾407號公路附近，一個司機開住一部黑色勞斯萊斯，被一架白色4門房車突然從後撞上。司機落車視察情況時，即被2人襲擊。對方之後開走勞斯萊斯逃離現場。而第3名匪徒就開住白色房車尾隨離開，勞斯萊斯嘅司機就受咗輕傷。警方指3名賊人均為男性，現呼籲知情人士同約克區警方聯絡。警方搶劫調查組電話係18668765423，分機6630
市民亦可通過滅罪熱線 Crime Stoppers 匿名提供線索，電話係1800-222-TIPS。加拿大雖然唔係喺中東，但係一樣受到美國同伊朗呢一場戰爭嘅影響。喺今日清晨，就有人向喺市中心嘅美國領事館開槍，事件中冇人受傷。目前警方正係展開調查。多倫多副警察總長巴雷多話：喺今朝早4:29，一架白色本田 CR-V 由登打士西街西行線轉入大學路，停喺美國領事館前邊，然後有兩個男子落車，用手槍向領事館嘅正面開槍，之後翻上車，開車向南走咗。至於兩名男子到底向領事館開咗幾多槍，目前冇辦法確定。但係領事館前門同埋窗口上邊，你可以睇到子彈窿㗎。不過領事館嘅玻璃窗都係防彈玻璃，而事發嘅時候，領事館裏邊雖然有人，但係事件冇人受傷。巴雷多解釋，領事館嘅安全防護嚴密，內部嘅人員好可能甚至係冇聽到槍聲添。槍擊事件亦都係喺發生咗1個小時之後，先由一名目擊者喺附近截停一名警察，然後向佢報案嘅。加拿大皇家騎警安省刑事行動負責人萊瑟就話，加方已經同美國執法機構保持聯繫，包括聯邦調查局 FBI。呢一宗案件目前被列為國家安全事件處理，但係當局暫時冇發現事件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至於係咪恐怖襲擊，就需要時間去調查。警方已經發出咗涉事車輛嘅圖片。事發之後，多倫多美國領事館同埋以色列領事館周邊都部署咗大量嘅警力。警方話將今次事件同中東局勢扯上關聯，目前言之尚早。不過警方就唔排除呢個事件同最近市內有3間猶太教堂嘅槍擊案有關。前安省省警總長劉易斯就話，美國領事館雖然係有安全措施，但係夜晚嘅保安水平通常係比唔上位於渥太華嘅美國大使館。領事館一般係唔會好似大使館咁樣長期有武裝警員駐守喺建築物外邊㗎。不過佢指出，領事館外邊同埋周邊區域通常都會設有大量嘅監控攝像頭，且可能有工作人員全天候咁監控住㗎。劉易斯話，喺呢件事件同當前中東局勢緊張關係係有關㗎，呢個係反映出某一啲人有反美嘅情緒。槍手選擇喺清晨時段行動，就係因為當時冇人活動，所以能夠避免造成傷亡。佢哋顯然只不過想表達某一種嘅立場。而安省省長福特就話，佢個人認為呢件事可能同潛伏嘅恐怖組織有關，不過警方目前並未提供相關嘅證據。對於省長嘅講法，皇家騎警就話，目前係冇相關情報可以證實加拿大存在同呢件案有關嘅恐怖組織，而負責國家安全調查嘅機構，包括咗加拿大情報組同埋全國嘅綜合國家安全執法小組，都會持續調查類似嘅威脅。警察而家已經喺多倫多同埋渥太華嘅使館同埋領事館周邊加強咗安全措施。美國同伊朗開戰，除咗第一日美國話擊殺咗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同佢嘅政府高層之外，戰爭持續咗11日。至於戰場上嘅形勢究竟係點？可以講係一片模糊，亦都可以講話係諱莫如深。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話，伊朗政府已經俾佢打到投咗降㗎啦。今日又話呢場戰事差唔多要結束㗎啦。但係跟住又話佢仲未贏夠，即係話仲會打落去啦。星期一佢接受 CBS 新聞電話採訪嘅時候話，美國對伊朗嘅軍事行動係非常之完整，幾乎係已經完成晒㗎啦。並且話美軍喺作戰進度上邊係遠超佢最初預期嘅第1個月嘅時間。佢話伊朗而家係冇海軍、冇通訊、冇空軍。佢嗰啲導彈幾乎完全失效嘅，無人機喺生產同埋實戰之中已經全部被摧毀。美軍已經摧毀咗伊朗超過5000個目標同埋50幾艘艦艇。佢一時一樣嘅講法發出嘅信號之混亂，佢講令到美國嘅盟友同市場都陷入極度不安。
至於伊朗方面，伊斯蘭革命衛隊就發布聲明話，佢哋嘅真實承諾4行動第32輪打擊已經將美國喺中東嘅軍事基地炸到一仆一碌，佢哋啲無人機戰術打到美國啲飛彈都冇晒符。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同埋外交政策委員會發言人雷扎伊就話，據評估，伊朗導彈同埋無人機嘅打擊成功率已經超過90%。雷扎伊又話，呢個委員會成員已經向新任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宣誓效忠。目前外交政策已經明確，就係伊朗唔會同美國進行任何嘅談判。而家所有嘅精力，伊朗都會集中喺戰場上邊，以及對美國作出令到佢哋後悔而且刻骨銘心嘅回擊。至於真實情況係點？嗱，而家你只能夠係話你擁護特朗普，你就信特朗普贏梗；如果你擁護伊朗，你就信伊朗佢哋絕地反擊成功。呢場戰爭係影響全個世界，咁唔係等於全世界嘅人都有知情權可以了解真相嘅。美伊嘅緊張局勢唔止令到多倫多美國領事館被嘢槍擊，就算係安省嘅來年預算案一樣受到打擊啊！安省財政廳長貝森發維話，即將喺3月26號公佈嘅安省預算案可能會包含一啲對省民嚟講係較為沉重嘅消息。佢話，全球地緣政治同埋經濟變化正係對我哋地方經濟產生咗直接嘅影響。曾經睇上嚟係好遙遠嘅地緣政治力量，而家已經嚟到我哋屋企門口啦。貿易壓力、供應鏈中斷同埋市場變化，正係為世界各地嘅經濟帶嚟咗不可預測嘅衝擊。佢警告，世界已經改變咗啦，安省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嘅變化做好準備。即使呢個意味住要面對更加艱難嘅時期，外界預計貝森發維將會喺2個禮拜之後提交一份創紀錄規模嘅財政預算案，預計支出係會比2018年自由黨政府最後一份預算案仲要高出40%到50%。雖然開支規模係擴大，但係貝森發維仍然強調，新預算案將會保持財政審慎，令到安省喺面對經濟衝擊嘅時候處於一個更有利嘅位置。雖然部分省份好似 BC 省亞省都已經出現咗財政困難，甚至出現創紀錄嘅財政赤字，而令到佢哋要提高稅收或者削減公共部門嘅職位，但係安省政府仍然會堅持不加稅，更加會繼續通過減輕居民同埋企業嘅負擔嚟促進就業嘅增長。佢重申，經濟增長而家並不均衡，就業趨勢仍然顯示到好多人係面臨住生活嘅壓力。由於前景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呢個正正係需要一個務實而穩定嘅財政計劃。AI 嘅人工智能模型創建一個值得信賴嘅知己，導致圖布勒嶺槍擊案兇手魯特塞拉爾對其產生依賴。人工智能模型幫助槍手策劃襲擊，雖然有12名員工發出警告，但該公司無通知警方。訴訟指傷者瑪雅被近距離連開3槍，導致嚴重創傷性腦損傷以及永久認知同埋身體殘疾。瑪雅而家仍然喺溫哥華嘅卑斯兒童醫院接受治療。訴訟稱呢場可怕事件也令家人包括母親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焦慮同埋憂鬱等問題。訴訟稱 OpenAI 於去年春季發佈嘅新模型，目的係培養用戶心理依賴，取代人際關係，從而能夠扮演值得信賴嘅知己、朋友同埋盟友角色。又話 ChatGPT 向槍手提供資訊、指導同埋幫助，使槍手能夠策劃類似圖布勒嶺槍擊案嘅大規模傷亡事件。訴訟又話 OpenAI 喺槍手註冊 ChatGPT 賬戶時，並無採取任何措施核實佢嘅年齡，儘管佢當時未滿18歲。根據該公司政策，係需要獲得父母同意。法庭文件指喺去年有幾日內，
槍手向 ChatGPT 描述各種槍支暴力場景，引起公司內部監控系統注意，將問題轉交俾人工審核員，其中包括大約12名員工。佢哋認為呢啲貼文表明存在對他人造成嚴重傷害嘅即時風險，並建議通知加拿大執法部門，但公司卻未採取任何行動。訴訟尋求損失賠償同埋懲罰性賠償。OpenAI 暫未就訴訟公開發表回應。卑斯護士人手短缺，最近一年大力向美國護士招手，過檔嚟卑斯工作嘅美國護士人數大增10倍，幫助舒緩本地護士人手荒。從美國嚟卑斯工作嘅護士，有人話早喺特朗普連任之前，佢就想離開美國，但特朗普連任仍然係促使佢最終決定移居加拿大嘅其中因素，感覺留喺美國比離開更危險。又話對美國醫療保健感到擔憂，不斷上漲嘅生活成本以及缺乏社會安全保障，所以亦都係促使佢搬家嘅原因。有護士就話佢嚟卑斯工作係因為逃避美國嘅不確定性同埋混亂，為咗一家人嘅未來而決定離開。卑斯去年夏天曾經斥資500萬元展開招聘宣傳運動，係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同埋加州嘅醫療機構附近投放廣告，大力吸引醫生同埋護士嚟卑斯工作。卑斯衛生廳長奧祖兒當時表示，卑斯利用特朗普當選後美國局勢嘅不確定性同埋混亂局面，捉住機會展開招募護士運動。卑斯去年春天修改規定，加快美國護士資格認證同埋註冊流程。卑斯護士及助產士學院喺去年4月至今年1月期間批准咗1028名美國護士註冊，人數比往年增加10倍。2023年批准咗112名申請者，2024年就批准咗127人。多倫多明日早上氣溫有2度，體感有如-3度；晚間最低氣溫有-2度，體感有-9度。後日早上氣溫攝氏-3度，體感有如-9度。而溫哥華明日早上氣溫攝氏1度，體感溫度有-2度。晚上最低氣溫有5度，體感溫度有0度。後日早上氣溫攝氏4度。如果喜歡我哋嘅頻道，請訂閱、讚好及留言，多謝支持。